各位娛樂珠記者嘅忠實觀眾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一個震撼娛樂圈嘅大新聞：前港姐冠軍豪門闊太李嘉欣帶住個仔移居英國嘅真相。呢個消息一出，成個娛樂圈都炸鍋咗。到底係咩原因令到呢位昔日嘅女神要遠走他鄉？李嘉欣呢個名字對於90年代嘅香港人嚟講，絕對係一個傳奇。1988年港姐冠軍，擁有完美嘅五官同埋令人羨慕嘅身材，曾經係無數男人心目中嘅女神。嫁入許家之後，更加係成為咗豪門闊太嘅代表人物。但係時間係最無情嘅殺手。近年嚟，我哋見到李嘉欣嘅生活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，從昔日嘅光鮮亮麗，到而家要面對豪門圈嘅排擠，呢個轉變真係令人感慨萬千。講到豪門生活，好多人都以為係錦衣玉食，無憂無慮，但係根據我哋娛樂珠記者嘅深入調查，豪門生活其實充滿咗各種明爭暗鬥。李嘉欣嫁入許家之後，雖然表面上係闊太太，但係實際上要面對嘅壓力同挑戰係一般人難以想象嘅。特別係喺許晉亨過世之後，李嘉欣嘅地位更加係岌岌可危。豪門世家嘅遺產分配從來都唔係簡單嘅事情，420億嘅許家遺產到底會點樣分配？李嘉欣同個仔又能夠分到幾多？呢啲都係外界關注嘅焦點。點解李嘉欣會選擇移居英國？表面上睇係為咗俾個仔更好嘅教育環境，但係我哋娛樂珠記者認為背後嘅原因遠比呢個複雜。首先，香港嘅豪門圈對於李嘉欣嚟講，可能已經變成咗一個充滿壓力嘅環境。作為一個外來者，佢要喺呢個圈子入邊立足，本身就已經好困難，而家仲要面對遺產分配嘅問題，壓力可想而知。其次，英國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都係一個新嘅開始嘅地方。李嘉欣選擇移居英國，可能係希望可以遠離香港嘅是非，重新開始自己嘅生活。作為一個媽媽，李嘉欣嘅選擇其實係好值得尊敬嘅。佢放低咗昔日嘅身段，專心照顧個仔。呢種母愛嘅偉大係任何人都無法否定嘅。喺英國嘅生活雖然可能冇香港咁方便，但係對於一個想要俾個仔更好成長環境嘅媽媽嚟講，呢個犧牲係值得嘅。李嘉欣嘅呢個決定其實反映咗佢作為一個母親嘅責任感同埋愛心。講到許家420億嘅遺產，呢個絕對係一個天文數字。但係遺產分配從來都唔係簡單嘅數學題。豪門世家嘅遺產分配往往牽涉到好多複雜嘅因素，包括家族關係、法律條文以及各種明爭暗鬥。李嘉欣作為許晉亨嘅遺孀，理論上係有權分到一部分遺產嘅，但係實際上能夠分到幾多就要睇好多因素。佢移居英國會唔會影響到佢喺遺產分配上嘅地位？呢個係一個好值得關注嘅問題。李嘉欣嘅經歷其實反映咗娛樂圈嘅現實同殘酷。喺呢個圈子入面，光鮮亮麗嘅背後，往往隱藏住好多不為人知嘅辛酸。昔日嘅女神而家要面對生活嘅種種挑戰。呢個轉變雖然令人感慨，但係同時亦都顯示咗李嘉欣嘅堅強同勇氣。佢冇選擇逃避，而係積極面對。呢種態度係值得我哋學習嘅。我對李嘉欣嘅選擇係持正面態度嘅。雖然佢而家嘅生活可能冇以前咁光鮮，但係佢選擇咗一條更加真實、更加有意義嘅道路。做人最重要嘅唔係擁有幾多財富，而係能夠為自己嘅選擇負責，能夠為自己愛嘅人付出。李嘉欣嘅呢個選擇正正體現咗呢一點。佢移居英國，雖然可能會面對好多挑戰，但係同時亦都係一個新嘅開始。喺一個新嘅環境入面，佢可以重新定義自己，重新建立自己嘅生活。對於李嘉欣嘅未來，我哋娛樂珠記者係充滿期待嘅。雖然佢而家可能要面對好多困難，但係我哋相信憑住佢嘅智慧同堅強，佢一定能夠喺英國建立起屬於自己嘅新生活。至於許家遺產嘅問題，我哋相信法律會俾出一個公正嘅答案。無論最終結果係點樣，我哋都希望李嘉欣能夠得到佢應得嘅部分。李嘉欣嘅故事係一個關於愛、關於選擇、關於堅強嘅故事。佢嘅經歷提醒我哋，人生無論去到邊個階段，都要勇敢面對挑戰，為自己嘅選擇負責。作為娛樂珠記者，我哋會繼續關注李嘉欣嘅動向，為大家帶嚟最新嘅報道。希望大家都能夠從佢嘅故事入面得到啟發，無論面對咩樣嘅困難，都要保持積極嘅態度。